想增肌，早餐一定要食得好。今日同你分享4款有機食材，整到高蛋白又健康嘅增肌早餐。第一樣係有機雞蛋，蛋白質豐富，仲有重要嘅氨基酸，幫助肌肉修復。第二樣係有機雞胸肉，低脂高蛋白，煎一煎或者水煮都得，輕鬆補充肌肉所需。第三樣係有機燕麥，含豐富膳食纖維同緩釋碳水化合物，減少血糖波幅，穩定能量，人都精神啲。最後係有機牛油果，可以提供健康脂肪，幫你吸收更多維他命。簡單煎個雞蛋，切塊雞胸肉，再加埋一碗燕麥同幾片牛油果，已經係超正嘅增肌早餐。記住，增肌唔係淨係食多啲就得，仲要食得啱，吸收得好。